已经有做干净的教协者，亲像魂为难，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快快支援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着自行看耶稣受是最新的源头到食尾的。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就无要紧忍辱，忍受十字架，打坐伫上帝宝座的大屏。信诗220首，请起立吟全首。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回复。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我，上天。他这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伫遐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神，
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可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地上和平甲万项好物的源头。我要用敬畏甲欢喜的心踏入你的圣殿，也要用阮的喙大声来学乐你。主啊，阮是你创造的，我感谢你，你拣选阮加做你的囝儿，是阮一生上大的祝福。阮知，阮坐，阮徛的，阮的一切所做所行，你拢知。有时阮伫生活中拄着困难的时，你就用只手引带阮行伫白塔畅快的路。阮喙焦，你互阮啉；阮破病，你就来医治阮。也常常享受你一大恩典。主啊，阮感谢你。当时，阮也有时有讲毋对话，也有做毋对代志。求主你来赦免阮的过失，用你十字架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主啊，阮知你是智慧的源头，恳求主将智慧参名授予互阮兄弟姊妹，互阮甲主有好的关系，假做一个顺服的人。伫厝里假做一个温柔，伫社会上假做一个和平人民的人，做光做盐来荣光主的名，吸引济济来归向主。主啊，你的信心今仔日就甲阮的李牧师同在，互伊今仔日所讲的道理大有气力，互听的人大大得到帮助。既然来到你面前的人，满满饱足你的慈爱。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圣经伫以弗所书第2章14节到16节，以弗所书第2章14节到16节，白话语是伫221，台语是220，和合本是270。因为伊是做咱的和平，互两边做一个，拆起遐中间三隔的墙，搁伫伊的肉体废无结冤仇的因端，就是这个诫命的律法，记载伫规律的，要伫伊本身将两边造成一个新的人，来成就和平。佫已经伫十字架拄起迄个冤仇，要互两边伫一体对十字架，甲上帝和。以上上帝祝福伊的话，俄罗写妇女圣歌队。
功德，有爱就有奇迹，请李继生牧师。兄弟大家平安。甲咱隔壁讲，咱拢是一家人。感谢主，互咱伫主的内面，拢诚做一家人。咱即个主日是特别有欢迎咱头路国中会古牧教会古牧教会。即个教会是特别纪念伫原住民有一位真正热心听主、传扬主的福音。伫日据时代无惊危险，来为主做见证，来建立教会，即个古牧。所以这也是温玫瑰牧师，咱大家捌嘛吼？伊为这个教会出身，我也真关心这间教会建堂的工作。所以今日李牧师有带领因甲同工伫咱遮来分享信息，传达因这个建堂的需要。望兄弟为因奉献祈祷。这个所在是诚水的所在。为因礼拜堂会当看到迄个伫迄个花莲上界水的一个景点，叫做清水断崖。毋知有人捌去过无？我毋捌去吼，望有机会伫迄个秀林乡会当去看即个水的风景吼。一早起咱欢迎李牧师要来传讲上帝话，咱拍拍来欢迎伊。大家平安。在我讲道之前，我们要先献2首诗。好。
大家平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来到右昌教会，非常的谢谢你们对我们建堂的关心跟支持，除了感谢之外，还是感谢。在讲道之前，我要先跟你们说问安的话，用我们太鲁阁族说问安的话。后来呢，你们大家就跟我一起来讲哈。我们写一句我们太鲁阁族的话，我们太鲁阁族跟赛德克的问安的话是不一样我们的问安的话是"Mbiak soho" 或者是"Mbiak namoho"。你们回答我说 "Mbiak go" "Mbiak go" "Mbiak" "EMBIBIYAX" "Mbiak" 有力量的意思哈。来，我们一起念 "Mbiak" "Mbiak go"。当我说 "Mbiak namoho" 你们好吗？你们有力量吗？可是有力量就是平安的意思哈。当我说 "Mbiak namoho" 你们就回答我说 "Mbiak go" "go" 是我的意思哈。来 "Mbiak namoho" 再一次 "Mbiak namoho" 哇，很快。当你们有一天来到秀林乡那个是我们太鲁阁族的大本营，秀林乡跟万隆乡。如果你讲这句话 "Mbiak namoho" 哇，大家就会吓一跳，会马上向你拥抱原来你们是我们的人再讲一次哈 "Mbiak namoho" 再一次 "Mbiak namoho" 非常的谢谢哈。这个就是我们太鲁阁族问安的话。改天你们到太鲁阁族要告诉我们的族人说 "Mbiak namoho" 哇，他们会说 "Mbiak go" 他们会很高兴哈。这个是我们的长辈耆老叫做姑母。我们的教会本来是崇德基督长老教会。我们的地名，教会的名字几乎都是用地名来称呼的。后来我们在建堂之前，我们的名字，教会的名字更名为姑母纪念教会，就是我们耆老的名字。他是我们当地的人大概你们都不晓得姑母基王大概都知道基王，这个姑母是基王的学生基王是下指令，姑母呢是从北到南徒步宣教，设立教会。所以每一次我们太鲁阁宗会要办理社教纪念的时候，
我们都会谈到姑母啊。姑母是徒步宣教又设立教会的啊，第一个到教会去宣教的就是姑母。他用2年的时间哈，姑母从北到南。我所谓的从北到南，是从和平，我们花莲以北的地方，和平、崇德，一直到玉里哈，用2年的时间哈，徒步宣教，设立教会。后来他又从花莲越过奇莱山到南投啊，所以在南投，到了南投之后，越过奇莱山咯，到了南投之后，又东南西北跑，又回来越过奇莱山，到了花莲，他又到哪里呢？他又到玉里哈。我们想到玉里，这个知道花莲县的那个地图的人都会知道，花莲要到玉里是一个非常远的，所以花莲是细长的哈。所以你要徒步哈到花莲，从花莲到玉里啊，大概要3天4天的时间啊。姑母呢，她还是用徒步到玉里啊。玉里因为既往在玉里啊，他在那边报告他宣教的成果哈。大概在1928年的时候，几乎我们太鲁阁宣教是从1930年开始，可是我们崇德哈，我们的姑母，因为这个姑母是在我们的长辈生在我们那个地方，他1928年的时候就在那边传福音哈，就被他自己的哥哥弟弟哈用石头丢啊，传福音就被自己的人用石头丢啊。后来这个姑母呢，他就跑到玉里哈，从南边这样从南边下面往上传福音哈。所以我们在建堂之前，为了纪念这个姑母的宣教，我们把这个教会更名为姑母纪念教会。这个姑母她的宣教特点是见人就传，见人就祷告，不管他是外省人或者是汉人，有没有听懂他的话，他都是用主语要跟他讲，传福音又请他坐下来祷告，所以他有这样的精神。所以这种精神对我们后代的基督徒哈，真的非常的实用啊。所以今天这个教会是为了纪念这个他的宣教，所以我们崇德基督长老教会更名为姑母纪念教会，这个是10年以前啊。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是论到什么呢？论到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啊。所以他更指出，这个圣经里面他更指出，耶稣基督把自己做了和睦的代价因为他曾经去过以弗所教会，后来他现在在监里面告诉安慰所有以弗所教会的人。保罗说，基督亲自把平安赐给我们，他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他自己把自己的身体推倒那使他们互相为敌的墙，使他们分裂的墙。在以弗所教会啊，有很多的墙在阻挡他们做宣教的工作，有很多的墙在阻挡他们，使他们能够平安。所以呢，耶稣说，他把他自己用他自己推倒了那个墙，让所有的人都能合而为一。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高墙，这个墙它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区别的意思，没有关系的意思。我跟你没有关系我跟你有所区别，或者是不关心当时有很多的墙在区别他们所以这个墙有犹太人的墙，有外邦人的墙，有希利尼人的墙，还有相信耶稣基督跟
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的墙，结果还有很多的墙在阻挡他们，在分别他们，在隔离他们。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的墙在隔绝人与人的关系。目前最有名的是，世界最有名的是什么？柏林围墙啊，柏林围墙。这个柏林围墙在1965年了哈，在1965年的时候，这个东德是受到苏联在冷战时期控制的这个国家，就分了东德跟西德。这个东德跟西德不互相来往，后来中间隔了一道墙，东德不能越过这个墙，大概差不多155公里哈。他们用这个，本来起初开始是用铁丝网，后来就用分泥土来隔绝他们。结果呢，最后呢，他们用上面就有瞭望台，不能有人越过这个墙，所以这个墙就变成死亡地带。所以用这个墙来隔绝东德跟西德可是呢，在1965年，在1961年的时候，这个墙倒塌了所以是什么让这个墙倒塌？是东德跟西德人把这个墙推出来了后来这个地方就变成合而为一。柏林围墙它已经倒塌了，已经多年以前就倒了，可是今日还有很多的墙在隔绝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墙是什么墙呢？这个墙叫做傲慢，还有偏见。傲慢跟偏见所筑起来的墙，非常的深化人的心里面。所以在一个社区里面有很多的墙是什么东西在破坏了这个社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可能也有很多的墙，在我们那边也有很多的墙在隔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清楚最明显的一个是宗教信仰我所谓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比如说像我们那边呢，有天主教，也真耶稣教会，有民间宗教，还有长老会。这个宗教不互相往来甚至住在我旁边的人，他们孩子生出来的我还不晓得有一个住在我旁边的，他也是真耶稣教会的人，可是他的孙子有在我们教会的主学上主学。后来这个爷爷知道了之后，他就告诉他的孙子：“你怎么来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魔鬼的教会呢。”所以真耶稣教会称我们长老教会的教会是魔鬼的教会所以有很多这样上一次我们教会我们在办那个文件站3月16号开办，今年3月29号是揭牌仪式，是在我们教会。我为了要让更多的人参与，特别是老人我们用国家的钱来帮助我们的社区，特别是老人，希望我们的老人能够延缓失智我们做这样的活动用国家的钱来帮助我们的社区我为了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活动，我特别在揭牌仪式的时候特别请天主教的神父来揭牌，来祝福祷告当时很多人来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也希望能够拉拢天主教的人来参与我们的聚会所以最后的揭牌仪式
就请天主教的神父啊。后来神父啊，他说李牧师，我要怎么祷告？我说你要用你的方式祷告，用天主教的方式祷告。后来他就用他天主教的仪式来祝福祷告啊。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6月1号开始就到站了，老人到站结果到现在天主教的好像一个都没有我觉得目的是什么？觉得目的是希望能够叫天主教的人也能够参与这样的活动。所以这种天主教的区别跟真耶稣教的区别，还有长老会的区别，已经深化在人的心看到十字架就低头了所以这个宗教信仰它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怎么样？能够割解特别是不同宗教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政党关系政党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民进党跟国民党极端的对立所以绝对不同桌吃饭在我们那边也都是这样所以极端的对立第三个是汉人跟原住民的关系。也许基督徒不会我们同是一家人在基督里面我们同样都是一家人。可是在汉人的社会，如果他不是一个基督徒这种心已经深化在里面了我们那边有一个开五金行的一个汉人，2个老板我都非常的认识有一个是他的大儿子，我看好像是最小的儿子他有失智所以呢他就坐在门口长得比较小可是他的弟弟都长得很高，跟爸爸一样他有一点失智当我进到这个家的门口，我要去买东西他就叫了一声爸，华纳郎来了我喊了一声华纳郎来了我弟弟是国中校长，他也这样称呢华纳郎来了哇，这个他爸爸一听了之后看了照下面华纳郎，他就把他的孩子滚到里面去了这个孩子他有一点失智不过我们怎么想，他还是把这个我们原住民跟汉人这个关系已经深化在心里面了当然我们基督徒不会这样我们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同是一家人。所以这种墙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筑了非常深厚的墙。我们对神对教会也设立了高墙我们对神对教会也设立了高墙。是什么墙呢一个是惰性这个惰性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墙。有很多人在礼拜天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安排很多的活动在外面就是不愿意参加教会的聚会，这个叫做人的惰性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忙碌忙碌是一种借口你今天去哪里我去带我的孩子去做什么，去做什么可是他对神的关系他已经什么？我们这个忙，他的左边是什么？心理，右边是什么？是死亡。对神的关系他已经死了的意思。所以我们很喜欢用这样忙碌把所有的事情推到忙碌，其实他本身对上帝的关系都已经慢慢的消失了这个就是我们对人对上帝设立了这个高墙。还有一个是不施舍我们对神的侍奉，有很多的人非常的不愿意，哪怕是他有了，可是对神的侍奉非常的不愿意不施舍这个是一种高墙圣经的学者 Robert
他在1991年他做的书针对以弗所的释义里面中，他特别的指出，他说耶稣基督成就了和睦的代价。他在以弗所书里面的注解他说耶稣基督成就了和睦的代价。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彼此和睦他在十字架上废掉了人与人的冤仇，又让人跟上帝又让人跟上帝和好。这一切都为了什么？这一切都为了上帝的爱。如果没有上帝的爱，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可能还存在着高墙。所以今天我们同是一家人，同样都是主耶稣所建立的爱。我们之间的关系中间有耶稣的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同样都是一家人。所以这个爱，因为这个爱，耶稣的爱，我们同是一家人。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你的需求就是我的需求，你的工作就是我的工作。我们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心，都有这样的爱。圣经学者巴克莱，他曾经说了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他说有几个法国的官兵他们抬着一个同僚的尸体他们往一个墓地这个墓地是天主教的墓地，要把这个同僚的尸体埋在那个地方。当他们靠近这个墓地的时候，突然天主教的修士就出来了，就告诉这个法国的兵丁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所抬出的这个死人他是不是天主教徒，因为我们这个是天主教的墓园，其他的宗派不能埋在这个地方，只能埋在外面这个法国的兵他们不晓得这个死者是天主教还是哪个宗派。后来他们就把他的尸体埋在天主教墓园的篱笆以外，就埋在那个地方。第二天他们要去做补强的工作可能他们有些还没有做完。第二天他们去看的时候，已经看不到这个墓地了。我们葬在哪个地方已经看不到了不见了。这个修士就来了，他说昨天你们走的时候，我心里不断的挣扎不断的在挣扎。后来今天早上我就把我们墓园的篱笆然后拆开来，把你们同僚的尸体往外就是同僚的尸体也在天主教的墓园里面了各位弟兄姊妹，他说他心里非常的挣扎。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使我们人与人还有人与上帝有了全新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他包容了这个人，把他围在他们天主教墓园的里面了。这完全是一种什么？完全是一种爱。古墓纪念教会建堂到目前还是非常的急迫，中间我们有停了一段时间因为经费非常的拮据后来经过大家努力之后，我们又把它复工了。后来中间因为我们中断了一段时间之后，花莲县政府他给我们2年的时间都已经超越了，
后来我们又重新开始申请建筑执照啊。目前这个教会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这个教会大概盖了3200，大概3300多万目前现在是在期待使用执照的，我们正在申请使用执照，大概在最快在这一周还是下一周因为所有的零零碎碎，因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建筑法规它每一年都在修改，所以他用新的法规来修10年以前所做的法规，所以本来这个墙面无需要防火证明，可是现在政府因为公共建设的关系都必须要提出那个防火证明，所以我们防火证明我们又开始做，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墙面全部都用什么？全部都用硒霜盖板来盖了，因为硒霜盖板它是可以提出防火证明，所以呢，这个硒霜盖板又追加了预算，大概有60几万。可是呢，我们使用执照领到使用执照之后，这个硒霜盖板又要把它拆下来，好像这个钱都被浪费了对，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右昌教会，来这边请我们做请安的报告。希望贵教会用主的爱来关心古母纪念教会的建堂的缺口，建堂经费的缺口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叫做有爱就有奇迹。希望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爱，奇迹就会彰显在我们的教会跟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呢，现在我们在期待使用执照的证明，希望最快这一周还是下一周我们都已经把所有的文件都已经送到挂件给县政府了。这个教会是基督徒生命的共同体，财产是登记在耶稣基督名下是登记在总会，我们都是隶属于财团法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原住民教会，我们只是受托管理这个教会。我差不多明年后年就会退休了，可是我还在为这个教会拼命的跑因为这个教会是要留给下一代的人所以我们只是受托管理这个教会。我们的总工程费3200万，现在应该不止3200万了可能要走到3300万。你上不足的经费有650万，还有工程未付款，就是尾款的部分有265万。这个265万是我们非常的急迫，因为我们跟建商有合约在，拿到使用执照之后，第15天我们必须要还这个钱，所以我们非常的急迫265万。银行借款到目前是385万是越来越少了这个是过去的教会现在这个教会都已经盖好了这个主题结构，这个呢是清水断崖。有人说台湾有8景，秀林就有2景。秀林的2景是太鲁阁天祥、太鲁阁峡谷还有天祥所以外国人呢，只要到花莲，他一定会到哪里呢？太鲁阁天祥。不过现在又加了1景是清水断崖这个清水断崖这个照片我是从我们教会的4楼里面照的所以非常的清楚所以花莲秀林乡一共有3景了，太鲁阁峡谷、天祥还有清水断崖这个清水断崖你看那个我们在网络订票火车票的时候，交通部特别用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清水断崖
就是在我们那边。好，这个是空拍照啊。有人出了清水断崖之后，就看到这个教会。很多人有一个刻板的印象，来到花莲，他们会说：“我们来到了慈济的故乡，啊，来到了慈济的故乡。”我们教会啊，到现在差不多有我们太鲁阁众会的宣教，大概有释教，大概有60。11月22号会办太鲁阁众会的释教纪念。可是我们已经迈向了80年，哈，慈济还没有到50吧，在花莲，哈，所以有人说我们已经来到了慈济的故乡，可是进到了我们的村落，就看到这个教会树立在这个地方，所以花莲绝对不是慈济的故乡，哈，花莲是耶稣基督的故乡。我们现在总会已经迈向了160年。总会要迈向160年，对，我们现在总会宣教要迈向160年哈。我们在第4楼啊，第4楼我们有这个教会特别规划了，灵修房哈。我们说灵修房就是睡的地方了哈，那个是在第4楼。这个为什么会规划住宿的地方灵修房呢？因为我们这个是世界景点啦，有很多客人会打电话说：“你们有没有睡的地方？”哎，你们当中好像有去过教会嘛？哈，其实4楼是有睡的地方。如果你们过年找不到睡的地方，可以打电话给我哈，我们的简介那边都有哈。你们说我是右昌教会的哈，我会把门打开哈，不是说很好有睡的地方就好了哈。所以隔壁就是什么清水断崖，还有太鲁阁天祥，哈。所以有的人住在那边2天3天，哈，他们都在哪里呢？第1天到清水断崖，第2天到天祥、太鲁阁，还有到花莲，哈。所以这个地方是值得休息的地方，哈。这个地方哈，我们特别规划什么呢？如果这个是针对有经济能力比较好的弟兄姊妹哈，这个房间哈可以捐赠啊，一个房间捐赠50万哦。当你来到花莲时，你可以住哈，可以住我们全程招待1天2天哈，这个，所以当你们奉献了50万，我们会把这个哈你的名字刻在什么人奉献的哈，捐赠的就刻在这个门外。好，我们也会特别制作行录，来介绍奉献的人。好，这个是领袖房的捐赠。我们里面一共有7个房间，还有2个通铺。这个通铺也都是套房的哈。这个是我们的房间哈。今天特别介绍一下，为了积蓄这个账款的支出哈，我们特别规划1块砖1万块哈，1万块。这个1万块呢，如果弟兄姊妹奉献1万块，要特别记录他的名字。奉献1万块的，我们会回馈吉野1号米哈，回馈吉野1号米。上一次有一个教会有3个弟兄，他奉献了1万块，有3个弟兄哦。后来没有了，吉野1号米，他说他已经用完了，卖完了哈。一样的，我们都是同样寄吉安1号米哈。那个吉安米非常好吃哈。有的台南的人，他特别透过教会到吉安农会买吉安1号米。因为吉安1号米也是非常的香哈，所以这个呢1月份才有，他说1月份才有哈，现在没有了。我们用吉安1号米哈来回馈给反正奉献1万块的弟兄姊妹。
啊，这个是我们的主堂。最后，我特别讲这个故事哈，一杯鲜奶的故事。有一个青年，他非常的上进，后来考上了医学院，可是他的家里非常的贫穷，没有办法来供给他的学早会跟日用品。可是这个年轻人呢，他就自己在市区里面哈，做一些产品推销的工作哈。他晚上下课了，就挨户挨家去敲门，去推销他的产品。他为了要做他的生活会跟学杂会。有一天呢，刚好是冬天，非常的寒冷。到了大概7、8点的时间哈，所有的人慢慢的打烊了，慢慢打烊。他又非常的冷，又非常的饿，没有钱买东西吃啊。刚好他这样一看，还有一个人还没有打烊，他就马上走进去啊，就敲门。刚好开门的是一位小姐，先生你有什么？他说有没有一碗饭？我肚子太饿了，天气又非常的冷。这个孩子他说我们已经吃饭了，没有饭可以吃了，可是我这边有鲜奶，他说鲜奶可以不可以？他说可以。后来他就从他的冰箱里面开了冰箱，倒出了一杯鲜奶给这个先生喝。还要不要？他说够了，够了就喝了一杯鲜奶，他就走了。走的时候，他就对这个小姐说：“我永远会记得你啊。”他说：“永远会记得你。”就这样走了。后来这个学生医学院毕业之后，他又到国外去留学，就拿到了医学博士这个网络里面都有就拿到了医学博士。就回来之后，他就在一家医院当院长，因为他拿到非常高深的学位，拿到医学博士，就在那个医院当了院长。后来这个医院接到了一个怪病接到这个怪病的医生他就拿了那个病例跟院长讨论，这个病到底要用什么药来服用后来医生一看，这个院长一看，他说：“我能不能接这个客人？”他说：“好啊。”后来院长就接了这个客人。这个院长呢，他用了医学的文献用了很多的方法跟研究，后来他就慢慢的服用，找到了药去根治这个病人可是这个病人他已经有一段时间在医院里面，后来他的病已经根治了。医院里面的行政人员就告诉这个女孩子，他说：“你的病已经治好。”哇，这个孩子呢，他一喜一忧。喜的是什么？他的病已经治好了。忧的是什么呢？他的医药费一定非常的庞大。后来医院的行政人员，他就把这个病历拿到院长去那边签后来院长他怎么签？院长说：“一杯鲜奶足够你的医药费。”后来这个行政人员他把这个病历账单交给这位小姐他这样一看，哇，这个小姐感动的马上大声的哭：“哈利路亚！原来当时就是你原来当时就是你。”各位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这个一定有它真实的一面，因为网络也都有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我们人
任何事情啊，或者是对待什么事情，我们都必须要用爱，跟要释出我们的善意啊，要释出我们的爱意。将来我们所释出的，必定有什么呢？必定会有奇迹，必定会有奇迹啊！今天我们古木纪念教会，我们来这边做请安的报告。我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我们自己哈，这个是为耶稣基督来的哈，成就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我们永远都不是我们的，要留给下一代人哈。所以这个教会永远在这个地方。我哪怕是退休了，我们蒙主恩召了，这个教会永远屹立在那个地方。这个教会有你的爱在里面啊，所以有爱必会有奇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最大的依靠，也是我们的力量。求你祝福今天的讲坛，让有爱成为奇迹。祝福右昌教会，也祝福古木纪念教会，让你的爱能够化解我们所有的困难，让圣灵运行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将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那今天呢，我们再唱3首歌哈。
由你来分担。我的恐惧，你陪我壮胆。我的盼望，全靠主上帝。你不曾向我说话，你不曾弃我不管，总是你上加力，更是恩上加恩。帮我结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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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慰鼓励，安慰鼓励，帮我结尾，帮我结尾，安慰鼓励，继续成长。这一首永远赞美耶和华，这是华语的歌词所以这首呢是150篇150篇，诗篇150篇的歌词那我们要用弹琴、鼓瑟、弹琴赞美上帝，要用脚声赞美他，要用歌声。要用舞蹈、手舞足蹈来赞美上帝，凡有气息的都当赞美耶和华。阿们。好，这首歌我们大家一起来，如果方便就一起动，跟着我们很简单的动作来做左上右下这样牵，如果方便牵的话，就左上右下这样牵。手打开，不要这样，是这样就好，伸出去就好，伸出去就好。好，不要打叉，这样伸出去就好，左上右下。好。
咱今要来奉献吼，兄弟，咱有伊即内面有为着鼓舞教会的奉献袋啊吼，请咱大家会当使用这感谢主吼，李牧师卡拿迄个卡头武打开刀吼，嘛是为着募款吼。讲的嘛拼老命，请咱大家吼，会当真正关心因的建堂的需要吼，会当来奉献。咱贴心的奉献，互新业发生来，请咱来接受奉献。有爱就有奇迹吼，咱有对主的疼，对基督的疼。为着伊个教会伫秀林乡的所在，真水的所在，互人伫迄个所在也会当来敬拜上帝，学了上帝。咱会当用贴心来奉献，相信上帝要借着恁来创造新家，互迄个所在也会当传扬主的福音，互人来敬拜伊。请咱起立，咱来吟奉献诗。上帝，我感谢你，你是阮的瓦靠，也是阮的救主，也是阮的活命，也是阮的愿望。你用文件做冕旒，恳求主加添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活甲工作，求主来圣化阮的所献，诚侪圣工的路样。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祝福切克。向主多进来，阳亮的星光，主的家为世界感恩同在，我昨天。念着你，应主的款待你，主相信我修你的知识，高颜色道。向主我领来，恩典的心来，主的家为世界大恩同在，我昨日。主的款待你。
Ginalo to baro dan dulan siyang biyak. Idam supo mniyak skala hulam hini. Kana laki so isumiyah makaras dan daho humuko sunan. Supo mniyak skaluan sapah namin ni. Kana laki nami. Kana laki nami. Supo mniyak ska kiluan nami. Kapaho nami pasayang anabitak kinuan.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一直到永远。阿门。别的，请坐。